于途，你这诸葛亮玩的不错呀，怎么没见你玩过呀？常规操作。这么奇怪，果然没人用。都快忘记了。于途拉我，于途，你拉的，这谁啊？点错了 ，QQ 上的。新手，段位都没有。果然是拉错了，但是我才不走。10年之后你能给我找麻烦，待会儿坑你一下也不冤枉。开吧，开。我是一只蔡文姬，我每天美美的。有一天，我穿着新皮肤去下锅赶鸡，我左看看右看看，我心里很得意。射手死掉100次，我也不着急。哎，我尽力了，你等死！蔡文姬，对不起，我不太会，才玩。开语音，听我指挥。语音？我总算知道于途这个万年射手狗为什么这次居然肯让射手位了。这蔡文姬有点坑啊！你想多了，我只给你示范一下正确的诸葛亮玩法。不要急！哎。You have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完了，这下一把好皇肯定也不拉我了。一切都在计算。Godlike. Double kill. Quadra kill. 太夸张了吧！于途，你这个人头狗！于途，你这诸葛亮玩的不错呀，怎么没见你玩过呀？翟亮每次都抢法师，轮不到他玩。常规操作。